晚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内湖区的康宁路一间无立案的长期照顾中心，昨下晡发生火烧，地主3个4大死亡，负责人姓丁的业者嘛互送法办。伊讲可能是其中一个老大人小米批才会火烧厝。台北市议员是指控讲，当地里长捌检举讲照一间违法无牌的长照中心，结果市府是急放放，无去追查，才惹出悲剧。你打招呼不会良心破案吗？小心小心！头日内面王调内无想要回击，检警带违法长照机构负责人姓丁的业者重新登来现调查案情，因为日下晡2点半的一场火灾，总共造成3个老大人死亡。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内部有3名人员受困随即将他们救出。他那个人员我们是在床上将他抬出来的，救出来的。那实际的用途我们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查证。内部的空间会真挤，环境真歹。姓丁的业者讲，伊租这个所在半年，1个月收食饭钱1万至2万。伊怀疑讲是其中一个老大人烧米批才会造成火灾。消防人员指出，入去火场的时阵，无发现任何用户人员也是负责人。初步判断，导火所在应该是伫咧1楼。附近的厝边表示，变相是这栋主体门拢关条条，根本唔知影内底就是用户厝。现在看护的人出去了，假如看护的人在，就不会那样子。连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他说养老院，他说哪里有养老院。台北市议员尤淑慧指控，当地里长捌检举这间长照机构违法，毋过市政府却无继续追查。台北市长郭文泰昨晚嘛去病院来看受伤的老大人，嘛表示后续国局处调查清楚了，会搁向外界来说明。因为现在才刚发生嘛，我们把全部资料，就社会局跟卫生局全部整理好以后，还要再消防局来调查一下起火原因的，清楚以后。他们会在调查清楚以后，会跟大家开个记者会，做完整的说明。因为姓丁的业者拒绝夜间侦讯，日暗时已经互带去内湖分局的侦查队的拘留室。但警方今日问询了后，这个以上诉任地检署专案向过失致死还有公共危险罪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集体受污洗这个案，虽网检方已经起诉，不过台北地方法院认定立委苏振清、陈超明、廖国栋有继续受压的必要。昨早公文虽送到立法院，立法院嘛虽召开临时会，经过党团协商，立法院同意法院继续受压。立委集体修正案日透早。一审台北地院开庭庭审时，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当庭讲有神经态，并且强调家己大学联考、英文科0分无能力都往海外，要拼交保。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廖国栋也发完恶无真多，不过报议认为因犯罪嫌疑重大，有高产多亡的顾虑。裁定结合建见，因为立法院会期中羁押立委需要经过立法院许可，法院一透早紧急由法警送公文精神许可。因为3位为现任的立法委员，那依宪法增修条文的规定，此部分必须待立法院许可之后，才为后续的强制处分的作为。立法院议会日早起将3位立委羁押案列入议会临时议程，各党团已经有协商共识。立法院长游锡堃随伫议会宣布同意法院受压，函请本院许可拘押委员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一案。各党团同意列入，予以许可拘押。合议中也通知3名立委，立法院已经许可受压。陈超明当场埋怨立法院变成弱势团体，3人随即被押上车，送去看守所。廖国栋律师表示，不合法院裁定，当场提起控告。我们真认为已经没有羁押必要，所以说我们这部分就会依法提起抗告。此案也看出涉被案外案。检调侦办所有案发现，今年7月底，搜索风声提早流出去，前民进党立委蔡宏龙甲苏家全得诉。郭建伫小兄弟2016、2017年间，几摆向苏振清示警，予伊有机会提早参政。我没有泄密啊，我又不知道有什么消息，我只是听到说收购案风风雨雨，其中有一个是苏振清跟李先生有巨额的金钱的往来。那我基于当时防止犯罪。或者是说要保护我的同志我必须要提醒他，好心无累金啦。对国民党团呼吁，现时是台车当造的蔡宏龙应该停止接受调查。蔡宏龙回应，无赞成这件代志变成政治斗争。副部长蔡清祥表示，涉弊案已经另立分案追查涉弊者，检调也传唤蔡宏龙高检伫告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向前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行贿药厂进前才发现讲有6款药有效的成分无到9成，所以全部回收。小数清查，阁发现有14款药无按照时间来做检验，药膏嘛已经变色啊，药厂并无处理，已经要求爱全部回收，袂使阁卖，上当会使罚200万。小数要求10月初6进前爱改善，若准无合格、无排除，被要求停止生产，也是取消 GMP。来关心《苹果日报》。南投母界水坝的水门无正常下水，造成水尾伫溪边露营的民众有4个人死亡。台电即马为着要提悬安全警示，已经申请细胞公布，未来台电管的21座水库，若是水门要开要下水进前1点钟，拢会先公布，嘛会发布手机的简讯来通知。来关心电学报，文化部今仔日要宣布讲，要提供100亿的文创贷款，予要创业的少年家。也阁有业者即马是也讲，因顶礼拜有接到文化部的电话，问讲敢有意愿来申请贷款来参加记者会，而且要求讲爱炸公司的 logo， 通好甲文化部长李永德来协商。感觉政府敢若是咧做业绩、做表面，爱大家去配合。最近中国的军机一直来扰乱，甚至佫飞过海峡的中线。总统蔡英文昨亲身去澎湖的空军基地视察。总统蔡英文以3军统帅的身份表示讲，对国军有信心，嘛向国人宣示讲，国军一定会捍卫咱的国家。中国国战机伫空中进行例行性演习，要替国人看顾台湾西部海空的安全。面对最近中国解放军派军机驶来台湾，蔡总统今日是行脚到去澎湖马经基地，视察就伫咧咱空防第一线的空军天驱部队。我要代表国人，向各位捍卫领空的弟兄姐妹致上最深的感谢，有各位24小时轮班，全副武装，在警戒室待命，才能够在状况来临的时候，5分钟内升空应对，捍卫领空，守护国家安全。就是你会使看到，伫咧记者后边，即个就是建国号 IDF 的万字弹，伊会使伫咧地面发动正大的攻击，甚至会使甲人的机场摧毁。这也嘛是展示伫咧澎湖马经基地，就是要展现国军捍卫国土安全的决心。蔡总统是阁以3军统帅的身份，表示对天驱部队守护台湾领空安全真有信心。身为中华民国的空军，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领空上耀武扬威？身为3军统帅，我要向国人保证，我们的国军官兵可以捍卫国土、守护区域和平的钢铁劲旅。中秋时到一到，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发加菜金，特赦国军的兄弟姊妹拍拼，官兵也送总统一领 IDF 空军飞行夹克，要给蔡总统。感谢总统专工来视察，也强调会继续守护台湾的国土安全。记者阿敏之、陈桂林澎湖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豆豆减弱，各地天气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仔日。华东甲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若过到了后，伫南部甲中部的山区嘛有西北风。明仔载锋面通过，东北风会增强，东北部阁会转凉冷。昨是秋分，对今仔日开始，暗时会一天比一天还阁较长。早暗的天气会较凉，今仔日各地气温是23度到26度，出门爱早较背外套。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东北风减弱，伫风尾的中南部污染物较恶线，伫咧中部分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级数。中部倚近山区、分嘉南有的所在，甚至会达到红色的警示。气候暖化，天气反常。伫日本，伊是宣布讲，富士山头一阵雪伫英国提早30几天。另外，北极海的冰嘛，因为暖化，即马冰的面积是愈来愈细地，已经是40天来第2细纪录。雪落伫山头，远远看过去，亲像画中共款。日本山地关的富士吉电池21发布富士山初雪化妆宣言，代表赏雪季开始。我々の写真家も行動がこれから忙しくな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甲高府地方气象台发表富士山每年热天过后，山顶第一摆即时超管势无共。富士吉田市所发布的初世化妆宣言是为平成18年，也就是2006年开始，地方自治单位以宣传观光为目的，家己发表宣言。今年虽然也无加超管势时阵，不过初世化妆的日期比往年早32天。另外，同款受到气候暖化影响的，也有北极圈美国国家病势数据中心调查发现，受到西伯利亚热浪暖空气影响，伫8月31到9月7号之间，北极海的海冰消失的速度超过任何一年。根据卫星记录，9月15测量到的海冰面积只有374万平方公里。And this year, yet again, it's a near record low, the second lowest extent ever recorded. And as the Arctic melts, more heat will be absorbed by the ocean, and all of us will be more exposed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s of climate breakdown. 这是自2011年创纪录海冰面积只有341万平方公里以来，过去40年来海冰面积第二摆比400万平方公里较低，主要对北极野生动物生态造成威胁。气候暖化也佫影响加拿大甲格陵兰的冰层扬起的速度。那冰层愈近扬起，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愈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各地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9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咱台湾是17509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是超过7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00万例，印度超过556万例，巴西超过455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68万例，英国超过4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0万例。英国的首相Johnson是表示讲，为着控制第2波的疫情反扩，唔通阁拖出去，即马要针对英格兰地区提出新的防疫措施，而且按算要执行半冬。英国首相强生日发表电视演说，呼吁遵守新宣布的防疫限制措施，若无可能有更较侪家庭失去亲爱的人。So today I set out a package of tougher measures in England: early closing for pubs, bars, table service only, closing businesses that are not COVID secure, expanding the use of face coverings, new fines for those that fail to comply. 强生嘛呼吁民众尽量伫咧厝里做工课，伊表示英国已经来到一个真危险的转折点，除非随采取行动表现纪律甲决心，若无以后可能要面对更较严格规范。客停车司机的乘客，先来店家店员甲人客2时开始强制挂喙暗，伫咧餐厅食饭的时阵才会当提掉，违规的罚金嘛会变悬。公共场所无挂喙暗，也是违反超过6个人聚会限制。第一届罚是罚钱200英镑，超市新台票7434块。新的防疫限制可能要实行6个月，军方嘛会加入协助警方来执法。防疫层级对第3级的警戒提悬到第4级，意思就是疫情变严重。卫生部门的高层嘛发出警示，讲若是政府唔赶紧提升防疫，以防第2波疫情大爆发。英国的死亡率可能会伫咧几个礼拜以来翻倍，而且到10月中，大港新增加的确诊人数会超过5万人。If that continues unabated, and this grows, doubling every 7 days, you can see that by mid-October, if that continued, you would end up with something like 50,000 cases in the middle of October per day. 卫生大臣韩考克宣布，针对继续日后需要自我隔离的人，提供500英镑的补助。若是违反隔离规定，是罚1万英镑。We're encouraged to see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signing up to the COVAX facility, but we face some daunting challenges. For the ACT Accelerator to work as planned, it must be funded. 世界卫生组织2日表示，总共有156国加入去公平分配未来疫苗的新冠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包括64个富裕国家，还佫有各国前20%的危险族群。毋过，世界2大强国美国甲中国拢无伫咧这份名单顶悬。记者综合报道。
那美国总统川普伫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伊是讲，全球自二战了后，即马又搁出现看袂到的敌情，就是中国的病毒。爱中国对这一摆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失控，负起全部责任。也过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伊是表示，全世界即马爱互相信任，唔通搁武政治病毒。 美国总统川普日伫联合国大会演说当中，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甲病毒拖起全世界责任。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伫当天，美国因为地被死亡的已经超过20万例。We have waged a fierce battle against the invisible enemy, the China virus,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 China condemned my travel ban on their country, even as they canceled domestic flights and locked citizens in their homes.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川普嘛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控制，错误的对外宣传讲无人传人的证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美国发出来噪音，甲联合国大会气氛完全无合适。此时此刻，世界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对抗；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传播政治病毒。中国坚决拒绝对中国的无理指责，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今年联合国大会是采用线顶会议，各国元首先录影再来发表演说，其中重点放伫咧处理全世界疫情的危机。美中两国之间的斗争也是搁在继续。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也过美国伫2天前就已经提出协议，所以接阵嘛有真侪国家认为讲，美国这摆的制裁行动并无道理，嘛无合理。伊朗嘛批评美国继续安尼，家己的路会愈行愈下。美国甲伊朗的关系阁恶化。 伫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10月份到期进前，美国日家己发布行政命令，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Today, I will take the first action under this new executive order by sanctioning the Iranian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Logistics and Iran's Defense Industries Organization and its director. 美国的理由是，伊朗无实行2015年甲真济国签署的核协议，限制浓缩铀的生产，危害到美国甲盟国。川普政府提出超过20个个人甲实体制裁名单，其中阁包括甲伊朗真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No matter who you are, if you violate the UN arms embargo on Iran, you risk sanctions. 国务卿蓬佩奥嘛呼吁参加签署协议的英国、法国甲德国来做伙做，啊，毋过其实伫19，美国表示要重新制裁伊朗的时，并无得到国际支持，原因是川普2018年已经宣布退出核协议，即马煞颠倒头来要求其他国家延长禁运。 那就无立场通讲这种话。英国、法国、德国20就发声明指出，美国的制裁无法律效力。伊朗是批评美国若是加强压迫，干奈互家己的国家去互孤立。 در واقع امروز ما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فشار حداکثر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در بخش سیاسی و در بخش حقوقی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انزوای حداکثری آمریکا. 中国嘛趁机会来敲击美国，干那经对家己有利的法律来做。美方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自己不守法，甚至还扬言要以非法的单边制裁来胁迫其他的国家。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对。 啊，毋过美国嘛辩解，因是原始签署的协议国，嘛是安理会成员国，有权利来执行制裁。啊，毋过伫各方都无共识的状况之下，这礼拜联合国大会一定会引起争论。记者综合报道。伫澳洲塔斯马尼亚岛的西部海域，发现大约270只海鸥，做伙扩大意外，目前已经有90只死去啊！保育团体正在抢救。 白规定的海鸥受困伫咧水真浅的所在，数量是袂少。因是长期领航中，当局统计，拢总有3大群，要270只。40个专家甲救援的人员22早起去甲因救起来。伫咧水较浅的所在，直接落船用行的，用吊索甲领航钟固定伫咧船的北岛边引带，
或者是甲因送去水较深的所在。目前扩大的海翁内底有90只已经不幸死亡，救援的工作是甲时间的招标，嘛要做出不得已的选择。Triage is going to be quite important here. We've got animals spread over a large area and in a really challenging location, so we're going to basically take the animals with the best chance to start with and the ones that we're able to deal with. 救援的第一步是互部分的海翁倒去甲水较深的所在，看因浮伫咧水面的情形。若是反应真好，后一步就会甲因送去更较深、更较远的海域。头一天已经救25只的海翁，不过要抢救的困难点是可能会拄到大涌，爱靠船仔来斗3工。因若领航钟会当大到7公尺长，沙洞遐尔重，若受过大只，可能无法度顺利为水较浅的所在离开。另外，若船仔无法度到位的海域，嘛无法度去救援。专家小组按算拜日暗时会评估效果，看敢是需要修正策略。因若即个事件发生伫咧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西边麦奎里角附近浅海的区域，这原本就称在发生海岸扩大的事件，即个规模是10几年来上大的一届。因若集体扩大的原因，目前还无了解。专家认为讲，这可能甲海岸的社会性有关系，因会甲一个领导人缀合调。毋过，若带头的人方向毋对去，就真有可能造成规个群体受困。按过去救援的经验显示，伫咧扩大的状况之下，领航钟差不多会当动3工至4工。目前当地天气是凉凉湿湿，适合海翁生存。毋过，若时间拖愈久，就会愈不利。相关部门23会用红外线热像仪伫咧空中做评估，来确定有偌侪海翁死亡。按算救援的工作会持续到拜6礼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金斯伯格18过身，美国总统川普9月26会提名新的人选，因为共和党目前第3议院是多数有优势，所以一定会过关。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新的首相菅义伟9月15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相通电话会谈，嘛会确认双方会继续维持高层官员的对话，甚至有可能会讲到习近平去日本访问的代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严重，咱国的防疫做甲真好，咱台湾受国际肯定。广播新闻有报道，咱总统蔡英文讲，今年伫全世界的领导人当中，伊的表现会使讲是一等的，正好找到比伊做得更较好的领导人啊。镜头转来国内，继续关心东山会昨昏认定中华救助协会救助总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东山会是认为讲，救助总会要阁保持保留党国体制，利用国家资源来累积财产。即卖财产大约有价值13亿外，会先全部拢缩起来。办公室伫咧台北市中正区精华地段的大楼，中华救助总会大门关咧，员工嘛无愿意加讲啥，因为不动东山委员会日宣布，因为因方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名下有13亿的财产，即卖开始会全部甲冻结。在党国时代，在威权体制之下的这个执政党的执政优势，它运用了非常多的国家的资源，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本。那么在它的任务逐渐转变，那么整个政治局势也改变以后，其实它并没有把这些财产归还给国家，账列还有13亿的财产。东山会列出中华救助总会名下的不动产，差不多有8亿6千万，包括中正区甲内湖等等大楼的办公室。另外，伫咧天母、石牌、土城嘛拢有大楼。中华救助总会爱伫咧4个月内向东山会申报财产，未来若要用到经费，嘛爱东山会同意。这种的成立，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这一些成员哈，依照这个蒋中正的指示哈筹备成立的哈。那么成立的过程的筹备会都是在这个中央党部。中华救助总会正做第10个去互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附属组织的团体。东山会表示，为人事、业务甲财务方面，国民党拢捌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支持，而且小连续以国家资源补助中华救助总会超过50亿。东山会已经把处分书送去中华救助总会，而且要求因23的时阵爱派人协商。针对这点，国民党表示，中华救助总会是民间公益团体，受到政府委托进行灾保救难的工作，自头至尾甲国民党拢无关系。中华救助总会表示，目前还阁当地的研议回应，还阁有后手救济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涉嫌杀死女朋友的香港人陈东家，当时要来咱台湾投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是表示讲，若准有需要协助，香港政府正愿意协助。
咱的陆委会是表示讲，虽讲陈东家有亲嘴讲会来到案，但佮重点也是香港政府敢有责任感。伫台湾涉嫌杀死女友范小颖的香港男子陈东家，去年10月伫香港出家了后，虽然伊捌讲过愿意到台湾投案，但是即摆也看无到人。被害人家属一直咧等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记者会内底指出，违法理上陈东家已经是自由的人，但是若有需要，香港政府愿意协助。但同时伊嘛表示，看袂到由政府出面有啥物好處。咁所以而家係要等一個適當嘅時候咧，嚟到去返回台灣。由台灣當局咧嚟到去處理，我哋睇唔到咧由我哋出面有咩好處嚇，因為最近嘅溝通方面咧嚇都唔係話可以攞到一個回應㗎啦。林鄭月娥表示，希望繼續透過管後面也是其他有心人士的管道協助陳東家到台灣，但是因為有大選和疫情的問題，變成是陳東家延後到台灣投案的理由。陸委會認為，陳東家其實只要向台港已經建立的單一單位表達投案的意願，可以當啟動後續的流程。如果陳賢確定要來台灣面對司法，可隨時直接與我方聯絡，相關的安排事宜都已經準備就緒，一切依法辦理。本案的關鍵在於陳賢真實的投案意願及港府的責任感。陳東家佇台灣殺人了後，走轉去香港，牽連出台港的司法問題，佮引發香港反送中運動。陳東家如何來台灣面對司法，雙方有願意比例。記者郭燦台北台北報道。其他消息來關心科學人雜誌佇面冊打廣告的證據，農委會防檢局是表示講，當初是科學人雜誌主動來農委會招廣告的，後來是佮家己甲文章提掉。但國民黨即陣是批評農委會，資本就是想要甲民眾洗腦，替300種講話。科學人19號佇面冊聲稱，家己300斤萊克多巴胺會當增加收益佮環保，事後緊急摕落來佮回收咧。講這是農委會廣告，李一暗防檢局聲明回擊。公編大文其實是科學人主動邀約的，而且其實過去也合作幾啊擺，其信任即擺的公編內容，攏是由科學人寫的，科學人自行貼落大文，互人遺憾。22早起，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親自拍會。這不是農委會提供的資料，該雜誌也已經出面道歉並且澄清。會5日，農委會主會議單結中都已經澄清，官方只是提供專業資訊。另外，爭議的字為什麼會出現愛問科學人？不過國民黨批評農委會將責任撒給科學人。你其實就是想要去漂白這整個萊克多巴胺美豬對於人體危害的這件事情，但是被揭發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農委會主委，他竟然陳吉仲這麼的秒切割，而我們要質疑農委會只有在科學人這邊下預算嗎？國民黨也個批評農委會為了要洗白300種的危害，想要洗腦咱國民眾，在去記者會打電話給總編輯李家維，李家維表示無要擱針對風波對外說明。記者綜合報道。明年咱政府就要開放美國豬肉進口，就算政府規定講咱國內豬肉袂使用300種產品，豬肉肉品來源嘛攏愛做好標示。也毋過有賣食的大頭仔是認為講，若準是加工過的產品，內底敢有300種，恐驚是真惡災。自明年元旦起，台灣將開放有萊克多巴胺俗稱300種的美國豬肉進口。雖然農委會甲衛福部攏表示，有萊克多巴胺的味道是安全的，也毋過國內飼豬猶原袂當使用300種，也愛嚴格表示，卻引起相關團商的疑慮。因為進口的豬肉現真重啦，價位也較俗啊。當然啦，有一寡不肖的業者，伊會進口一寡這來染，但是迄個染很廣泛。大部分都是水餃啦、餛飩啦。我們大家都剉咧等啦，剉咧等怕消費大眾像幾年前的毒醬油事件、沙拉油事件，只要是小吃，他都不敢在外面吃。業者表示，國內需要使用到豬肉的粗細比例真懸，大約佔8成以上，包括煙腸、肉丸、包啊、滷肉飯攏是。雖然衛福部強調，國內檢查標準比國內是較嚴格，並且強調大賣場、超市、傳統市場、小賣通路、餐廳、麵檔攏愛清楚標示。也毋過未少豬肉加工品製程複雜，表示恐驚無法度發揮什麼作用。
3倍券都有伪造，那更何况就是说这个标章做出来，是不是也会有人动手脚？那我们的标示规定是如果要标示这个猪肉原料的一个原产地的话，是要以屠宰帝国为原产地来标示。农委会表示，饲料业是国内农业部门单项3大上悬，有国内消费量超过9成的市占率。台湾的识别标章目前正在进行票选，等活动结束，样式决定了后，年底前就会试办上路，明年全面实施。以后，若伫店家看到台湾的识别标章，就表示这间店完全使用国产的，让消费者会当清楚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摆暗台北市内湖发生公车驶去的人行道，甲规排奥多麦弄倒的意外，造成一个过路人死亡，一个警察受伤。本地掠准讲是司机伤忝，驶车驶甲困去毒久，结果司机家己承认讲，其实伊前几日有食毒。目前正在调查这件意外，感觉食毒有关系。车雄雄弄落，还有乘客惊一条咧发抖的声。车顶的乘客虽然无受伤，不过驶去人行道的公车，先弄到一个男性行路的人，再搁弄到一个出勤的警察。这个50岁的男性当场就无喘气甲心跳，送病院了后煞救无回来。也若30多岁的警察，几个所在有受伤，不过意识真清楚，目前已经出院。也若弄到人的驾驶讲，伊当时在度孤。那因为驾驶员他感到非常的惊吓，那一直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回答。但是他只有说他有精神不济、有打瞌睡的状况。意外发生了后，某一间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想袂到尾手发现讲死者竟然是因老爸。检警调查，姓柯的驾驶捌有食安非他命的前科，是毒品调验的人口。姓柯的驾驶讲，顶礼拜58捌食毒品。检警有甲验尿，要查车号敢是甲毒品有关系。针对这点，台北市交通局局长接受质询的时阵讲，公车司机健康检查的项目，并无包括安非他命的检测。那同时，刚刚他既然已经坦承检警查出有吸毒前科，那为什么他有良民证？公运处底下的公车驾驶居然可以有毒驾上路这种情况？他不是危害到自己的性命而已，他还有整车的乘客，还有路上无辜的用路人呢。各位去设想一下，如果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他的这个被害人就是他的爸爸，这个是怎么样的煎熬跟震撼？三重客运讲，针对司机食毒个驾驶是无法度接受。不过姓柯的司机过去2年接受4届的健康检查，毒品检测都是阴性，甚至今年3月份药物的检测嘛有通过。三重客运表示，若是这届无通过，唔来甲伊死头路，还佫会提起民事求偿。台北市公安处表示，已经要求三重客运针对这个案件办理重大行车事故的专案检讨。后手会依法裁罚新台票9万块。专案审后，姓柯的司机会以涉及过失地所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失踪7档的越南移工，伫台湾家己偷偷开工程行，家己做头家，佫无工地的势头，四界去招同款是4年的越南移工去食头路做是趁钱。移民署接到通知了后，是派人去登，派人去对，落尾甲7个移工送法办。也是台湾人。讲家己是台湾人，毋过被要求提出身份证时阵，态度就改变，杀来杀去。可以帮你看身份证的。等一下，他比较晚。你要等他什么时候起床？移民署专勤队接到线报，指出一名越南籍查甫人4界找港故乡的4年移工，承揽工地工程，经过几工的分钟埋伏，总算被查到。本队人员当场请他背诵身份证字号，并且让该名移工一口说出D222开头，那当场也被本队人员立即识破，因为2开头在我国的身份证是代表女性。讲是台湾人，却因为讲唔到身份证字号标框。这越南籍姓杜的查甫人讲，家己有合法婚姻关系，外籍配偶已经摕到身份证，毋过使用生物特征辨识系统比对指纹了后，伊承认是4年7年的外籍移工。今年3月，以越南的代籍女朋友的名义成立工程行，招募港故乡4年移工，承揽南山的工程。发现台湾的营造业缺工，那具有生意头脑，他以女友的名义开启工程行，7名4年移工均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收容，等待后续遣送出国。
进行了后，包含10多18人在内7名移工，依法移送收容所等待遣送出国。专勤队也呼吁民众唔通请私人移工或者是无经过工作许可的外籍人士，确实被查到，会依法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一个查甫人伫2档半前透过海客程式破解嘛偷摕咱台湾国内 OTT 平台的节目内容，卖予中国的业者用伫中国直播的 APP 顶头，违法侵权超过1亿。警方伫今年5月份抓到姓黄的嫌犯，甲伊送法办。甲手机的软体开开，各种的影片节目有118个频道的内容，免钱就会当直接伫咧网络顶观看。毋过，这 App 其实拢盗版侵权。刑事局5月份查到台湾一个姓黄的嫌犯，偷着国内电视台的信号，用伫咧中国的 App 顶管，违法侵权超过1亿。黄姓嫌犯以程式破解这个网络电视台讯号，发送至这个中国大陆，查获赃证物包含电脑及手机等等。43岁姓黄的嫌犯，付钱甲一间 OTT 的业者申请考照，会当看影片。锁伫咧厝内设主机，利用海客程式，甲频道的内容转传去中国业者经营的小洋、七彩等等的直播软体。为107年3月份偷转报到达已经年外，警方嘛查到嫌犯海客的程式是为中国来的。不过伊讲是为着学术研究才犯罪，并无趁着钱。不过警方要是以妨害电脑使用，甲著作宽法函送。大家不愿意付钱来看这个付版权的合法的 OTT 业者的话呢，大家看非法的，所以造成这个产业呢，在台湾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台湾有线宽频产业协会理事长表示，台湾嘛有真侪民众利用非法侵权的网站看盗版的内容，对内容也有宽频产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刑事局统计，到今年7月份为止，已经查到非法侵权的案件有2108件，那若涉案的人有2560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台南市因过是西拉雅主要的分布地区，因为本土意识野悬，即嘛愈来愈侪保留文化活动，当咧恢复嘛伫举办。台南做定国小，即嘛学校内底嘛教囡仔做西拉雅族人的食米，啊，佮祖先安那做鸟翅肠。安尼，正头穿落去，穿入去我说。好，对。甲镜头伸入去竹竿内底，一个拄着开关，手拢袂扶揪转来，就随互锁套掉咧啊！这就是较早西拉雅族用来当鸟翅仔的陷阱。穿落去，安尼就够咧啦，好无？再用这个锁落来，锁再两个落来。看这学生囡仔遮尔认真咧上课，斟酌咧看老师示范做法。台南市的做定国小，当年伫歇落的时阵，拢会举办西拉雅的文化体验课程，互囡仔学习用天然的材料来做好食的草仔粿、姜饼、干麻糍。这也是我们西拉雅很在地的食物。小朋友借由体验活动学会了，那以后他也可以继续传承我们西拉雅的文化。因为台南市的做定区，因为是西拉雅的主要生产地之一，所以做定国小就来举办这体验营。毋望会当继续甲西拉雅的文化保留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月潭，即马万人收水即个活动礼拜日要举行啊。因过日月潭内底有一种外来种的鱼啊，叫做鱼虎，目前是生炭期。民众是烦恼讲收水的时，敢会去互鱼虎攻击。南投县政府表示已经有去掠鱼啊，毋过有专家讲，因为即款外来种的鱼虎无天敌，第时间真好消毒。对日月潭鱼面的骹部详细看，这个水蟹最近有几啊尾真大只的外来种鱼虎，这个鱼虎攻击性真强，佫是食肉咧生存的，或者鱼面是头壳摸咧烧。通常这个地方是全部是一般的鱼在躲的，然后它躲在这里就来一只吃一只。当地渔民表示，鱼虎造成原生鱼种的威胁。当年的9月份至10月份是繁殖期，今年因为水的温度升悬，增加碳的速度，而且因保护鱼仔囝的行为，佫会增加攻击性。所以来收水渡日月潭的活动，到底要举行，互要参加的人惊去互攻击。官府表示会甲渔会启动封治，提出说用电击的方式，但是考量那个它的风险性较大，所以我们目前仍在做研议当中。官府强调讲，鱼虎本身较惊人类，大部分伫咧河边、水较浅的所在活动，会攻击人类的机会无大，而且嘛会启动电杀的方式。官府到达这片2年，每一届处理几啊百尾。
也今年6月份，嘛委托清代研究哪可会食鱼好的螺膜入去水底做成分防治，嘛增加原生鱼种的数量。不过学者认为效果无大。即使把它的整个族群有控制下来，可是很快的啦，它族群很快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生物防治啦，你到底要养多少条的鲈鳗，才能够去控制这些渔夫呢？很难啊。黄文山认为讲，鱼好对环境的耐受度真悬，就算水质无好，嘛会当存活。另外，因生团的能力真强，也有食肉的天性，可以加做食物链较关键的生物。咱若进前虽然有坑伊的天敌螺膜，不过螺膜生长的速度甲鱼好是完全袂比值。用电击的方式，结果敢若会当控制族群的数量。若要达到防治的效果，短时间内恐惊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伫10月时，伫台东的南环6口军泉有发现一只细只的乌黑马仔，21日时，佫发现伊的脚只。台东的林管处已经启动监测甲保护措施，嘛呼吁民众唔通去甲搅吵，可以会当点点返去深山拿来。有民众伫伊伫南海公路二道桥看到黄花河床遍布有一只动物仔咧耍叮当，详细甲看是一只乌色的黑马仔。当地民众研判，这只黑马仔可能是甲20伫6口温泉附近发现的黑马仔是同一只。经过那个地方往山上看，刚好就看到那一只小熊。台东林管处接到通报，初步研判，依照鱼的活动的能力甲范围，应该是20被发现的鱼仔仔搁往山顶活动，而且这只鱼仔看起来大约2岁大，已经会当独立生活，无需要照顾。目前林管处也派出研究团队上山进行监测，也请当地居民唔通将伊拍着惊。会加强相关的一个人熊遭遇的宣导，那来了解它一个可能出没的范围。那我们都会请研究团队加强这方面的这个范围的监测。高雄又讲，黑马仔可能会试过找物件食，已经请二流村长向村民宣导，将食物保管好。一旦发现有乌熊走入村庄，随通报林管处会采取相关驱赶措施，让黑马仔会当自然离开登高松林。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受气候影响，今年蛤蟆的产量减真济，也毋过中秋特别到位啊，需求量定着会愈来愈大，到时应该阁会起价。一透早，永市人员无用采收蛤蟆，因为中秋节要到啊，市场需求量增加。也毋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伫云林大溪的蛤蟆养殖育成率降低，收成的蛤蟆大约有3-4成是空壳，甚至有的收成阁较歹。这空壳啊吼，因为气候影响啦，所以拢死的啦，损失真多啦。你的部分草有几成是安尼？草要有3-4成啦。有大溪养殖业者表示，因为最近已经是蛤蟆的采收尾，不加上中秋节要到，产量减少，互目前蛤蟆的产地价自8个月前每台斤100起到110。若讲搁送往销售市场，继续大约是150。咱这产地嘛是拢计销70、80、90、100啦，上悬的啊。你都要抽到120的，我点几乎很少的东西啊。因为有些电商他们会做组合，所以他们提早预定。大溪加工业者表示，大溪乡的蛤蟆产量大约是占全台6成，真侪消费者会直接到产地有订，互最近的工作量增加袂细。也毋过因为蛤蟆产量低，互最近蛤蟆的价小起，有价若接近中秋节，价小也会有起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交通局为着要提醒乡亲遵守交通规则，甲一寡交通提醒写甲真白话。亲像讲，你若超速撞到国库这款口号的布条啊，夹伫路边，互人抓准讲是民众乌白挂起嚟的，永和工程处专去甲摕掉。或甲讲偏偏是政府部门的，专赶紧搁甲夹起嚟。你超速撞国库，天动无远，超速就到。这设伫咧高南公路顶悬创意警示的标语，因为甲一般交通的标语无共款，向向看，也就是讲有人咧讲耍笑挂起嚟，所以高雄市交通局暗时挂起，也无甲一天的时间，下晡已经就无看啊。一个查落才知影讲，永和工程处就是有人讲耍笑就拆掉啊。设置完之后的话，在养工处他接获到热心民众的通报，他就是把它做一个拆除。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加强跟相关单位的一些联系哈。那在牌面的旁边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加注一些是属于交通局的一些 logo。
交通局表示，一般挂伫咧路顶下骹的标语，养护工程处大部分拢知影是交通标志。毋过即届遮的牌啊，无写是交通局挂的，加上内容真深色，连民众看到嘛毋敢相信讲这是政府机关挂的交通标志。政府要做，也不可能做成这样子啊。对啊，这样子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的感觉啊。政府应该要做一点，就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像这种就比较太无厘头，好像比较像民众会装的。交通局原本希望透过趣味的标志，达到警示的效果，想袂到发生这款的情形。目前已经确定标示会伫23由养护工程处重新搁挂倒转去。交通局表示，未来除了会评估标语的效果，搁会看敢是要扩大到其他的路段来执行，嘛会继续做交通工程的改善措施，提升路口甲车路的安全甲行车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份的时，新北市有一间公司已经录取一个民众啊，毋过落尾呢，煞叫人毋免来上班啊。毋过这个人伫一开始录取的时，就已经向伊本地公司透露啊，伊不服去申诉。劳工局即马是认定讲，若是已经讲已经录取啊，安尼就应该照聘照行。4月份，新北市有一名女性上班族到保育公司面试，应征国贸开发专员的会。女子4月初九收到 email 通知被录取，16回复愿意接受聘用，并且伫同一天向原本在职的公司辞职。女子只是向新公司询问报到日期敢是会当延后2礼拜，想袂到保育公司回复，伫这段空窗期的变数伤大，无法度接受要求，所以无录用，互女子拢讲去。只是去询问说可不可以延后报到哦，因为公司本来有发一个 mail 是说5月11号是暂定报告制，不过这个日期如果有需要可以再调整。结果公司就反而就说哦，因为你要延后报到，所以我们取消这个录取。女子不满新公司反馈录用演变成4业2头空，所以向劳工局申请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发录取通知在先，而且劳工也答应会交接，就相当是劳动契约成立，所以公司也是爱付3个月试用期的薪水16万8千块。已经有明确发录取通知，那你劳工还要有没有承诺说要去上班？哦，如果有的话，那大概法院在判决实务上会认为劳动契约已经成立。那你既然已经成立，雇主你要终止契约的话，你就要合法的终止事由。得到公司的录取的时候，一般公司都会发一个聘用通知书给你，上面会载明你的报到时间、你的薪水，跟这个雇主这边有一些争议的时候，当然这个书面资料就会是一个依据。因为这名女子当初是透过联德银行到履历，并代表示其实这类型的求职争议真多，建议劳工爱保存好录取通知等记录，一旦资方反悔，才有机会向劳工局求助，争取应该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电脑毋但会晓滚土豆 ，AI 人工技术即马愈来愈进步，机器人嘛会当变做艺术家。世界正心息，带乡亲来看，来欣赏英国的机器人艾达上新的作品。英国伦敦的安卡寇蒂斯画廊最近推出一项特别的展览，展览的作品拢是对伊来的。I think the works look very good in this gallery. 头毛短短啊，看起来有淡薄乱乱，但是看起来真有艺术家的气质。你无看唔到，开展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艾达。She's using cameras in her eyes. She's able to have a pencil in her hand and literally draw you as like a portrait or a landscape or whatever. 一般人认为讲机器人会当做真侪代志，啊，毋过无包括创作。艾达改变这种看法，透过目睭的亮眼机甲电脑系统连接，经过 AI 演算了后，艾达会当用鉛笔画出面头前的事本，而且进一步转化做油画、素描，甚至是雕塑。艾达是伫咧2019年做出来，制作者是画廊的总监梅勒，机器人公司钢天技术，伊毋是打开始就会晓画图，是透过牛津大学学者所做的 AI 演算，一点一滴来创作出画图的能力，而且毋通就是伊画出来物件都同款。这个艺术家是立体派深度，伊的15百度还佫一座雕塑，完全无同款的。啊，毋过车闸开幕了后，来看的民众有2种反应。It's a robot. It makes people polarize hugely. People absolutely love it, thinks it's exciting sci-fi, that Blade Runner has actually finally come. Or it's, oh my goodness, they're going to take our jobs, this is horrible, run away quick. So we get both reactions.
机器人嘛会当创作，互人对 AI 嘛充满好奇甲惊吓。美乐指出，因的目的毋是要推广机器人，是要透过一个月展出，互人思考讲科技有好处嘛有崩败。伫咧进入后一个阶段进前，有搁较侪伦理的问题爱面对。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即阵面对第二波疫情反恐，保持社交距离，即嘛是上要紧的代志。有业者即马开发出一款会使自动发出警报的清查，伫上瓦的 BB 叫会好会死红灯，不幸有人去回着，可会当找出捌接触过啥物人，随做好隔离。伫英国即间生产自动化设备的工厂内底，每一个关卡胸坎拢有挂一个圆形的装置。若是两个人挖伤近，这个装置就死红灯，而且 BB 叫，这是要用来提醒大家爱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最近英国疫情阁有清关的趋势，政府前一日下令禁止6个人以上的聚会，所以来嘛要求餐厅、夜店暗时10点了后停止营业，而且鼓励大家伫咧厝内上班。若是即间有400外个员工的工厂，说一点嘛无烦恼，因为因自从3月份开始，就伫使用这种电子安全装置。伫咧疫情的期间，公司照常运作，就算讲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员工确诊，但是透过这项装置所留落来数据，真紧就找出11个有密切接触的员工，互因居家隔离。For us, the key thing about the data is the resilience of the organisation. You know, if we have an outbreak, we can track and trace in minutes, and really accurately with a really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we understand exactly who that individual is being close to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we can react very quickly. 工厂内底员工表示，当开始挂这个装置的时阵，大家确实无惯势，感觉同事之间若像咧起无空，毋过即马保持社交距离已经变做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这是伫咧疫情期间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健康所必要的措施。毋过是要安怎保持社交距离，佫无去影响到室内艺文活动的演出，已经封闭停止6个月英国国家剧院。拜六礼拜，甲舞台搬去户外停车场，头一个办这种坐车来看表演场，大家直接赛车入场了，坐伫车内底，就那像私人的保守，拄头姊妹拢袂接触。This is the first thing like this I've been to see, and I go to the theatre a lot, and it's been really strange not having theatre,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how it turns out tonight. 这场舞台剧的表演，观众会当透过 FM 的广播频道，伫车内底收听现场演出的歌声。若是台顶的表演者，除了一寡小金的戏以外，嘛拢尽量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带来生态危机，伫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这粒岛，因为海平面加悬，加上不时拢有强风大雨，地区海龟生卵的过程即嘛愈来愈艰难，害海龟根本无法度顺利生产。海龟仔拄2脚爬出来了后，伫咧海沙堡顶悬真拍拼要爬向海边。这段路对人类来讲看起来是真简单，毋过海龟仔是千辛万苦才会当到位。伫路呢，有可能去互人工的灯光，也是海沙堡顶悬的其他分野带去别位，提关死伫日头下，或者是去互狐狸掠去食的风险。就算讲到海边啊，嘛有可能去互海鸟，也是其他的鱼仔食掉。这是塞浦路斯的海龟保育区，生物学家讲，当地石龟甲赤石龟目前拢已经强要绝种，有的还未孵出来就死去。We had a very extreme climatic phenomena. A lot of strong winds, very big waves, and covered the beaches. And I think we lost a lot of nests. 生物学家讲，塞浦路斯今年热天的极端气候，拄5月初就开始。过去几个热天，敢若1-2个风台雨，即马差不多逐礼拜拢有风台雨，造成透大风甲大影，迫害海龟伫咧海沙堡顶悬遭受生卵的基地，佮加上海平面变悬是愈来愈严重，啊，佮有海岸观光开发甲盗鱼网仔所带来威胁，海龟要活来是无简单。Every 1,000 babies that go to the sea, 1 or 2 will survive to become mature and to come back to the beach where they have been born to lay their own eggs. 另外，海龟的性别甲龟卵伫孵的时阵的温度有关系。气候变迁，地区气温变悬，嘛造成母的海龟数量较侪，未来可能去影响到规个族群的性别比例甲生产力。目前伫咧保育团体的拍拼之下，塞浦路斯这个海龟保育区，海龟遭受的数量已经从40年前的300个增加到2000个。保育专家烦恼讲，伫咧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
可能去危害到这项真无简单才得到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今仔日东北风豆豆的减弱，各地是侪云到好天。那明仔载方面的通过，东北风过增强，东北部会个转凉冷，尤其早暗的天气会较凉，乡亲出门爱早报外套。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是24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祭开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此有秋，好运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祭开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变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200乱穿衣，就是讲旧日的2月甲8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真差较济，要穿长裤也是短裤，就会互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位声较罕你听到，四季迎迎飞。袅袅蓑的桐花嘛美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切啊当咧挂，海里阁有无共的鱼珍收来台湾西部沿海。若讲到果子吼，鱼啊豆豆啊长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鱼啊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是安怎遮好食、遮水的红旗，会互人心伤美丽？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长远的北部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18罗汉的脚边。唔只，互人叫做罗汉脚。秋分过，鱼啊红，天气开始变冷，食无够，有路无厝的罗汉脚就会真艰苦。唔只，人会讲鱼啊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
六、秋分、第五、端午、28乱穿衣，春分、秋分，每日对分。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眶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足介意的季季。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鸟挂先，我要来去散步咯。多谢观众朋友收看，等后摆再会。好，来，好。